由游艇俱乐部举办的木艇杯奇幻体验儿童滑步车比赛，20号一透早伫安平区登场。而且为了鼓励寡侪小朋友，比赛嘛分为2岁、3岁、4岁、5岁，以及6岁到8岁组别，确保无同年龄层的小朋友拢会当公平参与。现场观赛家长嘛摕起相机记录囡仔活泼古锥模样。除了滑步车比赛，现场嘛有游艇体验项目，互民众有约体验。游艇俱乐部执行长张宏文表示，这次将游艇的体验甲儿童滑步车比赛结合，是一个新形态活动的尝试。滑步车是一项会当促进儿童平衡感甲协调能力发展的运动，而游艇则是一个具有亲子强度的休闲运动。希望透过这次的规划，互儿童伫比赛当中还是挑战自我。同时，嘛会当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